大家好，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我是主持人吴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江苏评弹经典弹词《珍珠塔》之妆台报喜高清修复完整版。朱雪琴，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1923年出生于江苏苏州，自幼随父学艺，10岁开始登台演出，11岁起与叔父朱云天搭档，在江浙一带演出弹词《白蛇传》《玉蜻蜓》《珍珠塔》等剧目。他演唱时精神饱满，气势豪放，感情充沛，雄健明快，深受听众的喜爱。欢迎订阅、评论、转发。好，请看正片。谢帝，丫头要恭喜谢帝后续披荆，喜从何来？陈良顺，恭喜你女家哇！你快快有种去记记他，说说大大的去喂喂他。你去看看他，记记他，喂喂他，胜任他，因为张叔一步不让他，好好的去想起他，可时日恨着他，不要相逢没有他，他如你们一女之中得罪了他，偶等举起不记给他，你从此非美性命他。口东啊，这个呢，那么三条听子阿东你分听的情况了，三条自家觉得他蛮清爽相，现在不里几个一趟嘛，这个男子在不里套路在。听不懂他，什么有种他不他，一点力气都是他，复兴农民谁是他，为你他来我的他。所以骂一声富贵的妻女子，你将来有得罪渣渣好事有中，他不他不非一位没谁渣，你今后长得奴女东家。说在城里面不得当，像中亚的才是美雪花，不是风都来戏弄脏。说在如此，奴也大了。什么事要当着？哎呀，我来办喜的呀！上帝唔不定带吃生活，我要带的我习惯。本来嘛，我来是刚才，为着你要打我了，你们要让你真正开心呢？哎，哎呀，姐姐呀，想要的是。我这里装备来办喜。真是你们非将喜出，当
无一呀，你海马公了三不家，不是个不是来没有啥。丫头的脸那是白皙的呀，究竟什么喜事呢？再还有一笔，你说好嘞。那七分真喜，七分喜，还比那么烂里的皮嘴板水呀。七分心口，七分喜，还比那么肥里的银山一大家。七分熟节，七分喜，还比那么仔细的风筝一次那。七分口臭，七分喜，还比那么穷心在里边在哦傻。七分难得七分喜，还比那昔日风尘一开花。我是闺中佛事，但有啊中去。两朵花么花几幅，一几西呀。像那菜饼，还下深深一。诗人木么共来西大家云呀。这里大红绳来弯弯，咱们阴阳是真不认差。哎，落云的大姑家么是否我踩着路的哇？他的一种月季的归呀东西。金凤一家，我们时儿相见没相识，面目音容神人个他，口气语音听一听他，曲子来中我分一分个他。石头房子真是他，各位我们想听你动人句相见他。你去看他，神人他，记记他，你说说他，喂喂他，问问他，为人精进不让他要苦苦问谁去相求他。我是个真，我是假，不大有总不记他，你不问更于是不懂他。这里
下去，为的这个他啊！你是得让你混着玩，再不上会长到忽悠里去把那个他，那么他啥人呢？哎，翠玲，据今后许两人授给乡亲老乡记下来，实在如此，我都真也大了。说爷爷当着，哎呦，把面孔背起来，整个光后的。不要么说，反正吃顿生活，不喜吃生活的谁子原么生吃的，刚子吧。那么20黄金，黄金2日不是，我甚至在套子上做文章，而且要说的那纸里向还要得个套子出来，你得这个套子出来呢，可能没有我个套，他那划转，彩屏就是个对理的。哎呀呀，小弟呀，不用生气，说说花有种这个他谁呀？谁是他呀？文居喜是个他，家境大，打击他，家丁辈欺负他，丫鬟们轻薄他，夫人鄙视他，老爷爱惜他，太太爱当等待他，王本天呀人放他的小嘴里的想你他嘛便是那太平为己他是后来才是想呀吧，咱们让你小嘴聪明为猜不出如今口懂啊！现在听大概打懂了，他们再不懂了。人才我现在不像呀才女的，也才是比人家一拿，比母女有点没实在。听你讲红牛才子想呀八百，哎呀，这是不人玩，这个就是我小姑娘方清玩。时而听不懂他，继而听于心母后他，左耳听凡是明白他。世人母后你在此想样办，一定说你真是他不问口句，谁是他？是你我的他，非是你的他。狗儿一些些的声音，他也他，原来是他。来在，现在你也他的呀？呀，翠。方才把戏大事结束。